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，这核三厂第1号机组这个拜六就要来停机啊。台电是表示讲，已经把新的能源传好势，要予民营的丰德电厂第3号机组来接手供电。也毋过，这热人这用电量是真大，所以有学者就来警告讲，美是这个备转电力才是关键，认为要来检视能源转换期的供电问题。运转40年核三厂1号机，顶个月中开始，逐工的功率减少，慢慢降载，要伫这礼拜六停机。台电已经规划放着新机组来代替，高层阁加入再生能源，加税收机组回归，支持尖峰备转用率维持伫10%以上无问题，暗时也差不多有7%。台电目就今年、明年来看。我们整个机组退役的同时，我们新增的机组的容量都会大于退役的机组。根据能源署统计，去年总发电量2823亿度，以燃煤42.2%占比上悬，核能是6.3%。核三厂1号机停止运转了后，核能供电占比到3%。面对能源转换期，虽然台电强调做好布局情形，不过有关学者示警，各个夜间备转容量有欠电的风险。今年上半年就有1/3的天数呢，是低于所谓供电无虞的10%。在野党也计划修核安法，为核电延续解套。核安会表示，即卖法规核电厂运转执照期满若是继续，爱伫执照届满前5年到15年申请换执照。核三厂已经超过申请时限，就算修法办令，也是要重启安全评估。假使修法通过，那事实上在运转执照届期的时候，机组还是要先停止运转。核电厂它要运转，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考量。核安会伫去年4月已经完成核三厂对一计划审查作业。1号机伫这拜六停机了后，要进行燃料移出路芯安全设备等相关作业。后续伫对一宽屏通过了后，核安会才依法核发对一的许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